大家好，我係 Gary，歡迎收睇今日要聞。清明節呢係中國人傳統嘅重要節日，係農曆24節氣之一。咁民間流傳好多禁忌啦，稍唔注意可能觸犯先人或者引嚟厄運啦。HK01 特別整理15個香港人最常忽略嘅清明節禁忌啦，由掃墓拜山前和後都要注意，以免招惹朋友來訪。一忌，穿大紅大紫。咁清明節呢係祭祀嘅日子，鮮豔嘅顏色如紅色、紫色會被認為呢唔尊重先人，甚至可能呢招惹不潔之物。所以掃墓嘅時候建議選擇素色衣物，例如黑、白、灰或者深藍色。二、孕婦、嬰兒、重病者避免掃墓。傳統認為墓地陰氣重，孕婦、嬰兒或者係體弱多病者容易受到負面影響，不宜前去拜山。若必須前往，可佩戴護身符或者選擇正午時間、陽光較充足嘅時段拜祭。三、掃墓時間有講究啦。最佳掃墓時間係上晝9點至下晝3點，呢個時候陽氣最盛，太早或者太晚，尤其黃昏之後，陰氣漸重，容易招惹唔好嘅氣場。四忌啦，喺墓前影相嘅，喺墓地自拍或者合照，被視為不敬同埋不禮貌。坊間更有傳說，可能會將不乾淨嘅嘢帶返屋企。五、不可踐踏他人墳墓或者祭品。咁呢個唔單止係對逝者嘅不敬，亦都可能會引嚟厄運。行走嘅時候應留意腳下，避免踩到紙錢或者公品。六忌，大聲喧嘩、嬉戲打鬧。咁墓地係莊嚴嘅場所，吵鬧行為呢被認為會打擾先人安寧，亦都會引嚟唔好嘅運勢。七啦，不可直接呼喚全名。咁傳統認為呢喺墓地叫全名可能俾唔好嘅嘢，記住你建議用爺爺、家姐、細佬等稱呼代替。八、供品必須完整新鮮。祭祖嘅時候呢，水果應該選擇成個，最忌切開。此外，亦都要避免拜空心水果，如梨、西瓜，因為象徵無心或者分離嘅意思。九啦，燒紙錢呢要完全化盡，未燒完嘅紙錢呢代表心意未達，亦都可能被視為不敬。燒衣嘅時候呢，要確認金紙係咪完全燃燒先至離開。十忌，帶返屋企祭祀用嘅食物。相傳祭品已經沾染陰氣，帶返屋企可能影響家運。若果唔想浪費，可喺墓前食用少量，其餘留喺原地。11、返屋企前先淨身。掃墓之後唔好直接返家，應先到人多嘅地方，如商場、廟宇行一圈。進門前可用柚子葉或者鹽水洗手，去除晦氣。12呢，當日忌買鞋、剪髮。廣東習俗認為鞋與邪同音。清明買鞋可能招邪，剪髮則有斷髮如斷頭嘅不吉聯想，做咗隨時行衰運。13、避免晚上外出或者晾衣。傳說清明節晚上陰氣重，晾晒衣物容易吸附唔好嘅氣場，尤其黑色或者紅色衣服更應避免。14、忌討論先人過世細節。掃墓嘅時候避免談論逝者嘅死亡過程或者負面往事，以免引起不適或者喚醒唔好嘅記憶。15、清明節前後不婚嫁不搬家。傳統認為清明期間不宜進行喜慶活動，以免沖煞。若必須進行，可請風水師擇吉日化解。另一篇 HK01 文章呢，補充咗10個禁忌。一、唔好隨意進出老宅。民間相傳清明節好多往生靈魂會出沒，因此唔好隨意進出老宅，小心會有一啲亂宅嘅靈體回到老宅。二、掃墓要下晝5點前完畢。掃墓呢係要記得朝早9點至到下晝3點最好啦，因為係陽氣最重嘅時刻，喺呢個時候拜拜唔容易卡到陰。下晝5點之後為陰陽交界時間，比較容易遇到不潔之氣。三、唔好去有祖先牌位嘅朋友家。清明節會有好多祖先返屋企，若家中有祖先牌位嘅人，祖靈回家容易同你擦身而過。體質較弱嘅人容易感冒生病。四、掃墓完不宜直接返屋企。掃墓完切記唔好直接返屋企，容易將穢氣同陰氣帶返屋企。建議掃墓完到附近熱鬧嘅地方走走再返屋企。五、清明節禁肉、禁打麻將、禁喇叭聲太大。屋企有祖先牌位嘅人，清明節祖靈會返屋企，因此避免喺屋企從事房事、打麻將、睇電視同聽音樂要轉小聲，以免打擾祖先。六、唔好拜巴樂、
巴洛票、波茄、象血、香蕉、焦里尼、釋迦，象徵佛祖嘅頭。嗱，七，唔好買鞋着上山，因為鞋同陰邪，清明當日買鞋容易招邪。八，唔好影相，到墓地不宜攝影相，以免照到唔好嘅嘢，同時亦都對祖先唔禮貌。九啊，清明當日生日者唔好掃墓，清明當日生日嘅人為喜氣，因此當日生最好避開，以免沖煞。若真係想去掃，建議帶艾草去拜拜。十，唔係親人，係外人，要記得唔好亂拜拜，可以陪同，但唔好點香，以免對方祖先對你產生好奇，同你返屋企。另外10種人士唔適宜拜山。一呢，準備結婚啦，或者啱結完婚啦，有喜氣之人不宜掃墓，因為喜氣屬陽，掃墓為陰，容易沖煞，對情感易有傷害。二，懷孕中人，懷孕中嘅人呢，唔可以去掃墓嘅，因為容易招惹唔乾淨嘅氣場，影響胎兒。喺科學上嚟講呢，亦都擔心孕婦容易受到風寒，或者係上山掃墓嘅時候不慎跌倒。咁呢就三呢，中意着紅衣嘅人啦，掃墓不宜着住太艷麗，若果穿住太紅，讓祖靈較刺眼，恐無法得到祖靈加持。四0到3歲個細路仔啦，0到3歲嘅細路仔氣場比較不足，容易引嚟周遭好兄弟嘅干擾，返屋企容易感冒生病。五，感冒中嘅人或者正喺抗癌嘅人，身體較為虛弱嘅時候，前往掃墓容易吸收到唔好嘅氣場，因此感冒中人應該盡量避開掃墓。咁六啦，正面臨家產紛爭嘅人啦，家中若有家產紛爭，應避免前往掃墓，以免觸怒祖先。因為當心中有怨氣嘅時候，容易吸引到更負面嘅磁場，甚至容易憂鬱。七，超過80歲嘅長者，咁80歲過後呢，人嘅磁場呢就比較弱，掃墓呢容易染上風寒啦，或者係引起身體不適啦。八，愛噴香水嘅人，掃墓嘅時候噴太多香水，容易受到眾多磁場干擾。因為習俗上認為，好兄弟與山靈都喜好香氣，帶住滿身香氣去掃墓，更容易將唔乾淨嘅磁場帶返屋企。9朝早呢，誦經嘅人呢，中意一大早就誦經嘅人要注意，當你誦完經之後，會有佛嘅磁場，呢個時候前往墓地，反而容易吸引一啲負面磁場靠近。10，愛罵污糟話嘅人，咁呢，掃墓嘅時候不宜罵糟話，因為口出惡言嘅時候，容易惹怒周遭嘅好兄弟。又係另一篇香港01嘅報道，傳統認為掃墓容易將一啲唔好嘅氣沾上身。台北霞海城隍廟第7代子孫，同時亦都係民俗專家嘅486先生建議，掃墓完最好先到百貨公司或者市場等人群匯集嘅地方走走行行，亦都可以到廟裏面拜拜之後呢，再返屋企。掃墓結束，可將淨符消化之後，加水擦拭喺身上，去除無形嘅穢氣。486先生表示，傳統做法係準備好艾草、抹草或者芙蓉加水煮沸之後，加入冷嘅生水，將水溫調到不致燙手嘅溫度，再將鍋中嘅草撈出嚟抖掉，跟住將淨符放入空碗中燒成灰燼，再倒入濾好嘅溫水中攪拌，最後攞條毛巾浸水扭乾，從頭、臉、前胸、後背、手同埋腳由上至下擦拭一遍。若想簡化作法，可將煮沸嘅水同生冷水調和成溫陰陽水，再將淨符消化之後加水擦拭身上即可。注意，冷水須為自來水，唔能夠使用過濾水。唔少網友詢問，做好之後可唔可以用噴巡盛裝並隨身攜帶使用？486先生指出，呢個水冷掉、隔日或者再加熱都冇效果，因此裝入隨身巡只係多此一舉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，記得 CLS 3部曲 subscribe 同撳埋隔籬嘅鐘仔，有新片推出嘅時候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